路加福音2章10至11節，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看啊，因為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今日嘅經文重點係天使宣布耶穌係萬民嘅好消息。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，好消息係值得我哋分享俾多啲人知。我哋亦都當成為歡樂小天使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最想將耶穌嘅愛傳俾邊個呢？你會點樣做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感謝主，讓我哋能夠歡喜分享你嘅愛，奉耶穌嘅名求，阿們。